新北市議會有真濟機關是來成立一個台語復興議員聯盟，有真濟台語團體是希望講，這個聯盟呢以後會當來監督市府建立台語復振的制度。恢復台語意識，重建台語環境。新北市議會有真濟議員贊成成立台語復興議員聯盟，這是自台北市議會以後，全國第二個在議會成立台語連線。台語復興議員聯盟的發起人吳淑君議員表示，目前新北市府干那靠家庭教育中心來推動文化部的台語家庭計劃，不過要全面推動台語復振是真無夠。議員表示，會鼓勵市府各局處加入，讓台語政策愈明確。家庭教育中心伊嘛是配合着咱文化部的台語家庭政策來做推動哦，所以伊並無法度更加去設立更加儕政策來，互咱的台灣台語會當日常來使用。比如講，咱在坐公車的時陣，哦，咱可能有一寡服務人口，咱會當來打工，咱會當用台語來服務哦。在這個狀況之下，其實應該有更加儕局處會當來加入，哦，把咱台語的政策會當明確化。台語團體希望聯盟會當推動市府在學校實行課時語言，建立講台語的自然環境，嘛着做語言會長，增加台語的公共服務。台語團體指出，根據2020年的內政部普查，新北市6歲以上主要講台語的人口佔26%，是北部台語人口上集中的都會區之一。台語團體希望新北市議會成立的聯盟，未來會當監督市府建立台語復振制度，嘛愛重建台語環境。愛有這個專職單位嘛，吼，而且愛是下局處的，吼，袂當講注重佇個文化甲教育。第二個就是希望會當建立這個甲台語的環境，擱甲重建起來，吼，轉去到這個以前台語是這個社會共同語的這個環境。第三個當然是為教育做起。有參與聯盟的陳乃如議員表示，針對建立台語教育體系的部分，去年在新北市議會已經有提案爭取台語實驗學校。嘛有議員表示，說來進一步爭取要推動台語相關政策的預算，讓台語復振的工作愈順時，嘛讓新北市會當開放台語環境。記者盧尚珠、鄭春堯新北報道。